Hello，大家好啊！金創意室內設計，今日咧同大家睇一個一人單位一人單位咁600乘600嘅方磚啦鋪咗，然之後咧就睇翻廚房廚房咧就吊櫃呢個熱水爐啦，然後咧呢度就係升盤啦呢個位升盤下面儲物空間嚟嘅，然之後呢個洗衣機位啦呢個就冰箱、雪櫃個位置係啦。咁呢個廚房呢就相當好用啦。好，咁睇翻洗手間拆咗原有個門啦做咗個 PD 燙疊門PD 燙疊門。OK，PD 燙疊門，然後打開呢就玉屏啦，黑框磨砂玉屏。做翻個新嘅台面呢個盤新嘅啦4英尺台面，下面有個洗面盤櫃下面儲物空間嚟嘅，然後上面鏡箱包咗個水喉管噶啦呢個鏡箱裏面可以打開擺嘢啦呢個呢就包咗個水管嘅，成個呢非常之好用一人單位，油埋油牆身又有，多謝大家收睇。